改装车的影响是真吵人，高雄市政府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宁，去年处地4000多件，嘛处罚上千件哦。今年要搁伫高雄高山顶10个改装车定定出现的路段来加强处地，卖伫重点的路段哦，装科技执法的设备。 重型机车骑过，声音真吵，就算是白日也是真扰民。改装车噪音扰民，高雄去年总共处地4114件，处分1324件，累计罚金240几万。 环保局今年预计将于改装车辆较常出没地点，包含笔直宽敞的市区主要道路以及相关风景区的连外道路，执行加强的稽查作业。警方将机车抓落，环保局向前看敢有改装。除了去年的联合稽查，高市府今年针对大寮凤林沙路、甲高山扫船街等10个路段加强处地，以扫船街做例，因为我伫西雅湾顶景点，假日游客多，而且半暝车少，附近居民受噪音困扰真侪冬。困扰就是困扰，你也阻止不了了，对不对？而你叫警察24小时站在那边也不可能他都会等到警察走了，他们才标啊。 扫船街过去是改装车定出现的地点，虽然警方甲环保局有心处地，但这寡人车拢是趁假日还是半暝来，根本掠袂了。高市府原本准备伫附近装噪音处地设备，却因为挖道砖头无法度装。它旁边不能有那个声音的干扰嘛，那我们这边又有船又有渡轮，所以很难落实的原因，所以就都不好处理呀。 市府新买科技执法的设备，透过联合稽查甲加强科技执法，维护民众生活。环保局嘛提醒，机车排气管改装，今年开始来做验车的项目。若查到会使以道交条例处900到1800块不等罚款。若违规车辆通知告检无合格，上悬会使阁加罚3600。公司新闻陈环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